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我哋嘅 podcast。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貼心，但係又好似有啲沉重嘅話題。喺呢個咁追求效率同物質嘅社會，我哋好多時都會問自己，到底為咗份糧，我可以忍到幾時？好多朋友同我講，每日返工都好似要去戰場咁，或者係靈魂被抽乾咗。所以我今日特別邀請咗 Dr. Charles 同我哋一齊探討呢個心理同現實嘅拉鋸。Charles 你好啊，想聽下你對忍呢個字有咩睇法？Cathy 你好，多謝你邀請我上嚟傾呢個咁 meaningful 嘅話題。其實忍呢個字喺我哋華人社會係一種被美化咗嘅美德，但係喺心理學層面，過度嘅忍耐往往係一種自我侵蝕。我最近睇到明報有一份關於職場壓力嘅報導，指出超過60%嘅香港打工仔都有唔同程度嘅 burnout 工作倦怠。大家之所以忍，背後其實係一種 survival instinct 生存本能。我哋驚失去咗個 safety net，驚冇咗錢就失去咗對生活嘅 control。但係大家要明白，錢係一種 resource， 而你嘅 mental health 同時間係 non-renewable resource， 係唔可以再生嘅。當你發現你每日起身嘅第一個念頭係我唔想返工，或者你嘅情緒已經影響到你嘅睡眠同食慾，呢個其實係你嘅 body 話俾你聽，你已經過咗個 limit。我哋要思考嘅唔係可以忍到幾時，而係我為咗乜嘢而忍。如果你有一個好清晰嘅 goal，例如係為咗2年後去外國讀書，或者係為咗供完層樓，咁呢種忍係有期限有意義嘅。但如果你純粹係因為驚而唔敢變，咁呢種忍耐就會變成一種 chronic stress 慢性壓力，對大腦嘅前額葉皮質 prefrontal cortex 造成長期損害，令你嘅決策能力變差，最後陷入一個死循環嘅。真係啊，聽完你講，我覺得好有共鳴。其實好多時我哋忍係因為我哋太過有責任感，或者係太在意人哋點睇。我身邊有啲朋友明明已經做得好唔開心，甚至係俾老細toxic到不得了，但佢哋都會話：哎呀，而家市道咁差，搵食啫，冇計啦。聽落好令人心痛。其實 INFP 好似我呢類人，對於內在價值 values 同埋工作嘅意義睇得好重。如果份工純粹係為咗錢，但係違背咗自己嘅價值觀，嗰種痛苦真係唔係錢可以彌補到。Charles， 你有冇見過一啲例子係佢哋真係忍到一個位爆咗，先發現原來自己可以有其他選擇？係啊 Cathy， 你提到價值觀呢點真係非常核心。其實 BBC 之前有一篇探討 toxic work culture 嘅專題，入邊提到好多人寧願減薪都要離開有害嘅工作環境。我曾經處理過一個 case， 有一位喺金融界好高位嘅專業人士，年薪過百萬，但係佢每日都要忍受老細嘅言語暴力，仲要幫公司做一啲遊走喺法律灰色地帶嘅嘢。佢忍咗5年，最後身體出現咗嚴重嘅自律神經失調。佢同我講，佢以為自己可以忍到退休，但原來個身體係會罷工㗎。其實呢個就係 sunk cost fallacy， 沉沒成本謬誤。我哋覺得自己已經付出咗咁多時間同心血，如果而家走咗去，好似好唔抵，好似輸咗咁。但係我哋要明白，你每一秒嘅忍都係喺度投資緊落一份冇回報嘅資產度。我成日常講，你 inspiring life 唔係代表你要大富大貴，而係你要有 power 隨時同唔適合你嘅嘢講 no。 大家要嘗試建立一個 fuck you fund 情緒基金，未必係要好多錢，但係要足夠令你有底氣去轉身。當你有咗呢個緩衝，你對忍嘅定義就會完全唔同。你唔再係被困住，而係主動選擇留低或者離開。記住，你嘅價值唔係由你份糧張 pay slip 去定義，而係由你點樣保護你自己嘅 integrity 同靈魂去定義。情緒基金呢個 concept 真係好正，即係話我哋要有意識地為自己嘅自由去做準備，而唔係盲目咁忍。但係 Charles， 好多人可能會反駁話，我有家庭要養，我有屋租要交，我邊有資格講自由啊？對於呢啲真係有現實負擔嘅朋友，你會有啲咩建議？係咪真係要忍到退休為止？呢個問題問得好現實，亦都好重要。係我絕對理解每個人嘅負擔都唔同。我唔會叫大家聽完今日呢集聽日就去遞信，咁係唔負責任嘅。但係我想大家去思考一個概念，叫做邊際忍耐度。如果你而家係為咗供養家庭而忍，咁你可唔可以喺忍嘅同時去 parallel 發展你嘅 exit strategy？ 譬如話，你可唔可以每個月儲起10%嘅糧作為你嘅自由基金？或者你可唔可以喺收工之後花半個鐘去進修一啲你真正感興趣、未來可以轉行嘅 skills？ 忍耐應該係一種戰略性嘅撤退，而唔係無止境嘅犧牲啊！其實好多時我哋覺得冇得揀，
忍係因為我哋嘅視野被恐懼縮窄咗。當你開始主動去計劃，你嘅心態就會由一個被害者 victim 變成一個執行者 executor。就算你而家仲係喺同一間公司做緊同一樣嘢，但因為你有咗 plan， 嗰種心理壓力會減輕好多。你會覺得我而家忍係因為我喺度利用緊呢間公司嘅資源嚟成就我未來嘅計劃。咁樣你嘅主權就翻咗嚟自己度。另外，要學識喺職場建立 boundary。好多時我哋忍係因為我哋唔敢拒絕無理嘅 requirement。學識溫柔而堅定咁 reject， 其實係一種好重要嘅生存技能。錢係要揾，但唔好用命去換，因為你條命貴過你份糧好多。我好中意你話將忍耐變成一種戰略，咁樣諗成件事即刻積極咗好多。其實作為 INFP， 我會覺得如果我哋可以喺生活入邊揾到一啲 small wins， 或者係喺工作以外揾到一啲令自己覺得有價值嘅嘢，嗰種忍嘅痛苦都會減輕。Charles， 其實你覺得一個健康嘅忍耐期限應該係點樣？我哋點樣知自己已經去到個點，係絕對唔可以再忍落去？呢個係一個好個人化嘅 Patrick threshold， 但係我可以提供幾個 red flags 俾大家參考。第一，當你嘅自尊心 self-esteem 被徹底摧毀嘅時候，如果一份工作令你覺得自己係一嚿垃圾，覺得自己咩都做唔好，呢個係最危險嘅信號，錢買唔翻你對自己嘅信任。第二，當你嘅核心價值觀被侵犯，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好誠實、好正直嘅人，但係公司逼你去呃客或者做一啲違背良心嘅事，呢種內在衝突會令你產生嚴重嘅心理創傷。第三就係生理健康，如果你開始有不明原因嘅頭痛、胃痛或者係長期失眠呢啲都係 body 嘅求救信號。當出現呢3點其中之一呢，我就會建議你無論幾多錢都好，你都要開始揾路行。我哋要記住，我哋係人唔係資產，我哋有感情有尊嚴。你可以為咗短期目標去忍，但唔好令忍耐成為你人生嘅唯一底色。世界好大，機會其實好多，只係當你忍得太辛苦嘅時候，你對眼會睇唔到。放開嗰份執着，有時反而會見到新嘅出路。我就見過好多人離開咗高薪但 toxic 嘅環境之後，雖然收入暫時少咗，但個人精神咗，開心咗，最後反而喺新嘅領域發展得更加好，揾得仲多。呢個就係人生嘅奇妙之處。真係好大嘅啟發。今日同 Charles 傾完，我覺得心入面嗰種繃緊好似鬆咗少少。原來忍唔係唯一嘅出路，而係一種可以被管理、被計劃嘅過程。最重要係我哋要睇翻自己嘅價值，唔好被金錢蒙蔽咗我哋嘅靈魂。非常感謝 Charles 今日咁溫暖又具啟發性嘅分享。喺節目結束之前，我想請 Charles 提供2到3個反思問題，等聽眾可以翻去諗下自己嘅狀況。好啊，大家可以問下自己。第一，如果我而家銀行戶口有一筆夠我生活1年嘅錢，我仲會唔會選擇留喺而家呢個位度啊？如果答案係唔會，咁你到底係為咗錢定係為咗恐懼而忍？第二，我而家嘅忍耐係有一個明確嘅截止日期 expiry date 同目標，定係純粹係一種無奈嘅慣性？第三，我為咗呢份糧，我付出咗啲乜嘢錢買唔翻嘅嘢，例如係同家人嘅關係啊、自己嘅健康，定係對生活嘅熱情？希望呢3個問題可以幫到大家去釐清現狀。多謝 Charles， 呢幾個問題真係好值得我哋深夜靜落嚟嗰陣好好諗下。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呢集，可以對為咗錢可以忍到幾時呢個問題有新嘅體會。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幫到你，或者令你想起邊個朋友都面對緊呢種掙扎，歡迎 share 俾佢哋聽。我哋下集查找智慧再見，拜拜。